大家平安。咱感谢华府教会的手匠团吼，咱今仔看到这手种的这个献乐实际毋是咱的有的物件吼，毋是咱教会财产，是这个华府教会因早来这个所在借咱来使用。华府教会有3个手匠团的这个团长，甲着团长的先生。还有另外一位团长这个团员吼，咱先加欢迎，好无？咱多谢因今仔伫咱中间。咱也感谢咱的手匠团成立无久的时间总是咱已经会通伫主的面前摆列咱伫伊面前所献的诗歌，愿一切荣耀会通归予俾上帝。今仔日是咱大港节第2个主日，咱有邀请建峰兄甲燕如姊妹，还佫有伊。咱较得咧看到，毋过愈来愈大长，因2个青年人，因是双胞胎啦吼。请即个 Justin 甲即个 Kevin 徛起来，阮看一下好无吼？来，这上生啊啦吼，你敢知影要哪认出因？因妈妈甲我讲一个秘密啦，迄个有记的叫做 Justin 啦吼。确定恁开认一看卖啊吼。多谢，请坐。大港日第2个主日，主题是信心甲备办。咱伫这个大港日、大港节的第2个主日，咱要学习用信心，特别是真实悔改的信心，来为着主备办道路，听候伊搁再来。耶稣常常提醒伊的门徒讲：毋免惊，只着信。惊吓是一种对着家己无自信，也对上帝无自信的态度。所以耶稣讲：恁会通毋免惊，因为恁相信上帝时阵，恁只着信，上帝要加天开来互恁。耶稣佫讲：当人子佫来到伫世间的时阵，敢会通拄着有信心的人？上帝伫这个世间咧超找一种的人，什么款的人？有信心的人。有信心的人，上帝要超找伊。信心甲着悔改有密切的关联。一个人若对上帝无有信心，毋相信上帝是信实的上帝，会通赦免人罪的上帝，那安尼，伊就真困难真实来悔改。伊可能对着家己所做愚妄的代志，会感觉后悔，会感觉怨叹，总是伊袂通确认。伊的罪是毋是已经得到赦免？特别是对上帝来对着伊的赦免，伊检测会后悔、自我责备，但是伊毋知，伊要往倒一个方向来改变家己。若是一个人对上帝有信心，伊就法度真实来悔改，因为伊知一项：上帝是公义，上帝是信实。这位上帝欢喜赦免人的罪，要引带人脱离罪恶、黑暗甲咒诅，然后行往伫公义、光明来领受伊的恩典。伫这个大港节的第2个主日，咱通过今仔日的经文，同齐来三思一个课题：咱安怎用悔改信心，为着主来备办道路？今仔日经文特别提起到一个人。是施洗约翰，伊伫犹太的旷野来传扬悔改的信息，常时用水来行洗礼。伊所做者的工作，拢是做一个备办，为着耶稣基督的救恩临到来做备办。旷野伫圣经中间有相同的含义，一个是自然的意义，一个是灵性的意义。对于地理环境来讲，旷野是一大片广大的原野，迄个所在打扫，迄个所在欠水，迄个所在真侪爬远，迄个所在真侪石头、沙石，也是讲有真大的石盘。迄个所在是人较少到的所在。有的旷野大而可畏，大，互人惊，互人伫中间感觉家己的孤单。常时感觉家己的微小，但是有的旷野地形非常的险恶，
互人行行，恐行一个无说理，你着陷落伫深坑，陷落伫幽暗的幽谷。若是有诶旷野，有迄个所在有毒蛇，也是有吉仔虫，时常会出入，你若无说理，就互伊咬着。有诶旷野伫遐，人容易染着才会无好，才会热病。有诶旷野，真侪空空缺缺、黑暗诶所在。所以上到个旷野，人会想到伫丧凶、欠缺、危险、破病、恐怖、孤单，甚至是死亡。圣经内面提到旷野所在，拢总有15个。比较较出名的是苏尼的旷野、西奈的旷野，甲着犹大旷野。但是西约翰出来传道理的旷野是犹大旷野，伊是伫约旦河甲死海的西边。若是伊的东边是伫一个山地，真悬的山，对南到北，这个旷野有111公里；对东到西，伊有12公里。东边较悬是山，所以伊的海拔悬会当到500公尺；西边较低，比海平面搁较低，差不多390公尺遮尔低。悬低落差将近要到900公尺。所以通讲，迄个所在地势非常的惊，上时雨非常的少，亲像沙漠一样。但旷野物质的欠缺，甲着互人感受到这种寂寞的环境，有的时阵反倒会通互人远离世俗的引诱甲干扰。所以伫旷野，人会通甲上帝相拄。旷野也真做灵性操练的一个所在。以色列的祖先因捌伫旷野流浪40冬，因经历规个民族属灵的操练，培养对上帝的信心。摩西伫打倒领受10条诫，伊是伫西奈旷野。耶稣要出来传道，伫什么所在来接受魔鬼撒旦的刺？伊是伫旷野。拄拄亲像伫自然的旷野中间。人嘛有一个心灵的旷野，咱经历彷徨，咱经历丧凶，咱经历欠缺，咱经历危险，咱经历孤单的时阵，迄个时，咱敢若亲像伫旷野共款。拍算每一个人伫伊的心灵的存在，加加减减，拢有一片搁一片的旷野。这个旷野，心灵旷野形成，有的时阵是因为你一寡愿望失落了，你变做失望甲绝望。有的时阵是因为你原本亲密的关系所来破碎，迄个时阵你感觉伫旷野；有的时阵是你心内一直有一寡犹疑，总是长久以来未通得到解答；有的时阵是你对外在环境的惊吓，对着无知的未来的惊吓。心灵的旷野的存在，拄咧提醒咱人一项代志：咱的生命实在是非常的有限。总是心灵的旷野，嘛是一个人会通甲上帝相拄的所在。当咱承认咱家己心灵的空虚甲困境，无搁再将咱的目睭干那看伫咱本身，是将咱的目睭来仰望迄个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咱会通伫即个旷野中间，找到属天的愿望，甲着快乐。拄拄亲像摩西，伊逃亡到伫旷野的所在，伊伫西奈旷野看到一个异象。火烧的刺片，伫迄个所在，伊看见上帝呼吁异象，也听见上帝来的声。咱若欢喜，咱若意爱，咱嘛通伫咱心灵的旷野中间听见上帝的声。这个声有的时阵亲像微风轻轻咱咧飞，轻声细语。这个声有的时阵亲像雷公在讲，非常震撼你的心灵。上帝无所不在。上帝也出现伫旷野，特别出现伫你心灵的旷野。旷野因为上帝的出现，所以迄个所在的寂寞，甲着迄个所在孤单，会通成做咱灵性操练的一个机会。咱会通定头来思考咱生命意义伫倒落，咱会通将咱生命注意力对世俗的欲望转往伫上帝国的价值。咱会通学习伫安静中间。来听候上帝，听候上帝的话语，听候上帝的快乐。
咱会通学习从咱生命中间所经历的困苦、苦难、疗愈、甲惊吓，交托给上帝。旷野是上帝要塑造伊的百姓灵性的所在，所以以色列人伫旷野流浪40冬。这段旅程一方面是因为因欠缺信心，所以因需要继续伫旷野中间流浪，遭遇着上帝对着因的刑罚。总是一方面，嘛是拄伫旷野中间，因整个民族伫这个旷野经过这个流浪了后，因经历一种灵性的操练。咱的心灵的旷野是咱拄着失望、孤立、流浪、丧乡的时阵。咱心灵会通得到操练的所在，特别伫旷野常常会出现一个物件，就是试探。耶稣是伫旷野受到魔鬼的试探，咱心灵的旷野嘛是咱抵抗罪恶，甲对罪恶来引诱的一个战场。耶稣伫旷野受试探，伊得到胜利，要提醒咱一项事：咱若要得到胜利，伫咱心灵的旷野。咱需要倚靠上帝话甲圣神的开力。但伫旷野，咱必须要面对试探。非常要紧的，就是咱爱做好准备。旷野日子检测是漫漫长长，总是毋是无意义。咱需要伫这个困境中间学习忍耐，培养咱属灵的敏感度，准备要来迎接上帝的指示、上帝的话语。检测，伫拄你咧感觉孤单的时阵，上帝话临到伫你；拄亲像你心灵非常打实的土地，一阵风一阵雨临到，上帝将伊的恩典降临伫你的生命内底。所以旷野充满了苦难，总是旷野嘛稳重救恩的盼望。上帝的拯救伫旷野中间来显明。伫旷野中间，上帝为遐骄傲的以色列人对天顶降下吗哪；伫旷野，上帝为遐喙焦的以色列人拍开石盘，流出活水；伫旷野，以色列人无路通行的时阵，上帝为着因来开道路。心灵的旷野是一个咱人生中间必须要经历的一个灵性的旅途，要提醒咱生命本质毋是家己满足，咱袂通家己圆满、家己充足。咱的生命需要倚靠一个创造咱、常时救赎咱的上帝。生命的旷野，互咱看见咱生命的真相，也重新降服上帝伫咱生命中间的主权。旷野的路途检测是遥远漫长，总是伊的重点，却是上帝亲自要引带咱进入的应允地。但咱要安怎会通对伫旷野进入到伫上帝互咱的应允的所在？伫今仔咱所读的经文中间出现一个人，施洗约翰，伊出现伫旷野大声咧喊话，伊喊话一项代志，伊讲以色列百姓，恁着认罪悔改。伫旷野环境中间，伊用即个诚做人的心灵的一个比喻，伊呼吁人的内心弯弯翘翘、坑坑洞洞的道的所在，就爱修平，就爱准备一条道路，通迎接上帝救恩的来临。施洗约翰穿的衫是路德门所做的，这是非常的粗、非常的简单，总是非常耐磨的一种材质。约翰敢若亲像一只骆驼，伊的身躯背上重大，伊过一个简朴的生活。约翰伫伊的腰束皮带，这是要约束家己的欲望，要集中伊的精神。伊所食的是食的咱讲即个蝗虫草莓甲着野蜜。伊放弃一切有可能的享受，甲着即个快活的生活，是要将伊的家己的身体，甲着伊的精神，全然投入服侍上帝的工作。因为伊的身躯有一个重要的使命，伊要发出声，呼召人，就为着主的来临备办道路。当听见施洗约翰伫旷野之声的人，对着伊来到伫约旦河来接受悔改的洗礼。对伫以色列百姓来讲，约旦河是一条神圣的河流。
约书亚捌对迄个所在带领以色列百姓渡过约旦河，进入到迦南地。先知以利沙捌吩咐一个阿兰国的将军乃曼，这个将军身躯生海过病，麻风，无法度得到医治。先知以利亚讲：你到约旦河伫遐洗身躯7摆，你就通得到洁净。约旦河是会通清气人的所在。啊，施洗约翰伫旷野中间所传扬的信息的主题，就是悔改。悔改意思伫希腊文就是心的转变，像是对心的转变来带动你外在行为的改变。悔改毋是讲你知影你做毋着代志，你家己错误，所以你感觉非常的后悔。悔改嘛毋是一时伫讲你的感情上感觉受到挫折，也是讲你感觉伫这个时阵失望。悔改是承认你毋对，像是知影一项事，你的心灵甲你的生命需要一个全面的转向，对原本离上帝远，回转倒来，回转行往上帝的道路。就消极来讲，悔改是咱对罪的束缚甲罪的控诉中间得到讨伐；就积极面来讲，悔改是咱的心思意念，互上帝的恩典所充满来换新。咱也用具体行动来表达咱对上帝的顺服。一个人讲有悔改，总是无顺服，伊的悔改就无真实。悔改是咧甲咱讲，咱毋是咱生命的主人，上帝才是咱生命的主人。咱毋是干那要选择咱所要爱的方向，咱是要选择上帝为着咱备办的方向。当咱卡接饼面对卡接饼对上帝的时阵，上帝有缘济济恩典伫咱的生命内底，总是你卡接饼面对上帝，迄个时阵，上帝恩典的光照伫你的身躯的时阵，你会看到你头前有缘有乌影，乌影是伫你的头前伫个所在，常常互你看到，这乌影会掠走你的生命的将来。总是当咱真实悔改的时阵，咱毋是卡接饼对上帝，咱是面对上帝。当咱面对上帝的时阵，上帝恩典的光会照伫咱这个人身上，迄个时阵有缘有乌影，总是这个乌影是伫你的卡接后。这个乌影袂通搁再掠走你头前所要行的道路。悔改就是咱原本背向上帝，这个时阵咱面向上帝。真实的悔改，就是伫咱心灵的旷野中间开始修平一条道路，听候上帝救恩的来临，甲着完成。施洗约翰提醒咱讲，当你有真实悔改的时阵，会通来家己检验，你是毋是有结出悔改的果子，甲你悔改的心来相合宜。悔改若是干那表面上行为的改变，毋是对你的内心真实面对上帝，真实转向上帝，那安尼你就无法度结出悔改的果子。当人真实悔改，罪得到赦免，恩典的光照耀伫你的生命中间，上帝的道路就向你来开展，互你会通行往这条道路。悔改就是咱凭着信心来回应上帝所应允的恩典，伫咱心灵的旷野中间，为着耶稣基督所完成恩典的来临，甲着伊完成备办一条道路，行往上帝。这条道路帮助咱行往上帝，也伫这条道路中间，咱甲上帝相拄。咱伫心灵旷野转向上帝，上帝就照伊的应允来转向伫咱，要随下伫咱生命中间的恩典甲怜悯。上帝通过旧约一个搁再一个的先知，一再宣告一项事。恁若转向我，我就转向恁。悔改本身袂通救咱，迄个通救咱的是咱悔改面对的这位上帝。悔改，互咱用信心来领受上帝伫耶稣基督内面所互咱应允的救赎。一人的悔改总是无对上帝应允的信心，那安尼伊的悔改落尾变做一种自我良心的疾病，不断做自我良心的疾病，最后只有毁灭家己。若是悔改，然后面对上帝，
伊的心毋是干那倒去到伫心家己，伊的心是转向上帝。只有上帝会通带来对你生命救赎。施洗约翰伫旷野互一人悔改，侪侪无共款的人，拢来到伫旷野听伊的信息，其中包括一寡抽象的罪人，一寡社会所看轻的人、边缘人，甚至一寡遮的妓女，因带着谦卑的心来接受施洗约翰悔改的道理，相时来接受悔改洗礼，因要避办一项事，上帝的救恩会通临到伫因的生命内面。但伫施洗约翰看到遮个人，因有真实的悔改，因非常欢喜来接纳因。总是伊也看见一寡人，因来到伫伊的面前，总是因毋是真实的悔改，因是要看到底发生什么款代志，因是虚假的悔改。遮个人侪侪是对当初时有宗教知识、宗教权力的法利赛人甲撒都该人，因诚做当初时的宗教领袖。遮个宗教领袖因有其他的倚靠，因要倚靠是因的传统，因要倚靠是因已经有遮个宗教的知识，总是因无拄拄倚靠上帝。但施洗约翰看到遮个人来到伊面前，施洗约翰严厉来责备因讲：毒蛇的种类是啥物人指示恁来得闪将来要临到伫恁上帝的愤怒？遮个人所要倚靠的是伊的血缘，是伊的传统。因毋是真实要悔改归向上帝，因是要来坚持因有血缘的关系，然后因有信仰伟大的知识的传统。若是施洗约翰警告因讲，恁即款的悔改只是会通一时的得闪将来的愤怒，但是因为对恁的内心无有真实的改变，无带来外在生命改变，最后恁犹原无法度得闪上帝愤怒公义的审判。但因所倚靠其中的一项，就是讲，阮是亚伯拉罕的子孙，阮甲亚伯拉罕有血缘的关系。因通过这个，要来保证因会通得救。若是施洗约翰非常无客气对因讲，上帝会通对这石头为着亚伯拉罕兴起伊的子孙。伫旷野中间有大粒、细粒、侪侪只石头。这原本是来指示外邦的人，因的心内刚硬，因无爱悔改，上时因心内非常的硬。总是上帝的恩典有改变的气力，会通互这刚硬的心灵变成做柔软，背逆的态度变成做顺服。这一寡外邦人，因会通得到悔改来相信上帝。那当因用信心来悔改时阵，约翰讲。上帝对这个恁看做是石头的，上帝要来兴起亚伯拉罕的子孙，因这个人会通成做亚伯拉罕信心的后裔。反倒等，你若是靠着你血缘的关系，你所做的悔改是虚假的悔改，你有可能暂时的得闪一时上帝愤怒，但是到伫最后审判时阵，你无法度得闪迄个最后终末公义的审判。救恩真正的关键，无伫血缘关系，是你有信心的真实的悔改。所以施洗约翰进一步对着遮个人做一款警告，因看起来有悔改，总是无真实悔改的人讲，现此时斧头已经下伫树头，既然树无结好果子的，就要将伊错掉，然后迄落火。如果讲人，生命亲像一张树，那安尼，咱的内心就亲像迄个看袂到的树根；若是人的行为，就亲像看会到外面这个树叶，也是这个果子。箴言讲了非常的好，你着保守你的心，赢过保守一切，因为你一生的果效是对你的心所发出。一张树会通结出好果子，是因为有根。伊的根会通定根伫土地下面，真实悔改的人，互人即丛树会通扎根伫上帝救恩的活水源头。所以不管是照时会通结出好的果子，若是虚假的悔改，就是伊的心无法度扎根伫上帝救恩的活水的源头。所以
伊无法度结出美好的果子。但葡萄已经下伫树头，是讲审判随时会临到。你若无及时来悔改，这个审判临到的时阵，是你无法度躲闪。一个瞬间内面，你就可能受错掉。一丛久久袂通结出好的果子的树，伊会亲像迄丛耶稣所咒诅的无花果树，对呾以后，无人佫会通食你所结的果子。这丛无花果树就来孤单。啊，兄弟姊妹，施洗约翰伊随往非常的严厉，特别讲到审判非常的严厉，总是咱得知，伊内心其实是非常的谦卑。当众人伫个所在婆婆塔塔，咧讲啊，你就是基督，甚至奉承讲你就是基督的时阵，伊非常清楚表明讲，我毋是基督，我是为着基督来陪伴道路。论到即个要来的基督，约翰讲，我就是甲伊摕下，甲伊头下大，我也袂砍切。施洗约翰讲，即个要来的基督，实在是比我较尊贵。施洗约翰呼召人悔改离开罪恶，上时也见证，迄个真正会通带来拯救的，毋是我施洗约翰，迄个通带来拯救的是基督。耶稣基督，却是上帝的羊羔，除去世间人罪孽的。施洗约翰伫旷野发出的声，伫约旦河为人行洗礼，拢是为着耶稣基督的临到的救恩来做好陪伴。又呼吁人着爱真实悔改，着爱伫心灵的旷野中间，为着基督的降临，陪伴一条道路，着爱将你心灵的道路修好平。当你心灵的道路陪伴好的时阵，基督的救恩就要临到，伊要亲自临到伫你心灵所为着伊陪伴道路顶悬。所以施洗约翰继续谦卑安尼讲：我只不过是用水甲恁行洗礼，互恁来认恁的罪，互恁来悔改。总是这个过来的基督，伊是要用圣神甲恁行洗礼。圣神的洗，要互一个真实悔改的人，毋仅是伊的罪得到赦免，伊的灵得到定头生，像是这个定头生的生命，会通不断伫迄个所在得到换新，伫迄个所在长大成熟，会通互咱新的生命长大成熟的，是圣神的开力，毋是你家己原本有的开力。接受施洗约翰的洗礼，大多数人伫当时时只是犹太人，总是圣神的洗礼已经要互万百姓。保罗先生伫哥林多前书第12章13节讲了非常的清楚，咱无论是犹太人，无论是外邦人，是做奴隶的，是自由的，拢要对共一位圣神来受洗，来成做一个身体。圣神的洗要将所有属于基督的人，无分血缘，无论肤色，无分地区。将人伫耶稣基督内面，互因会通合做一体。圣神的洗是咱人伫耶稣基督内面得到拯救新的生命的一个起点。圣神的洗，互人得到定头生，线接圣神要点伫人的心灵内底，定心互人的生命开始一个新的历程，也丰富人的生命，不管是供应这个新生命所需要的快乐。互人的新的生命会通长大成熟。一方面，圣神的洗伴随着这个水悔改的洗礼，互咱得到定头生；一方面，圣神的洗搬过这个水的洗礼、悔改的洗礼，因为伊要继续换新咱的生命，互咱的心中带有圣神，咱的定头生的生命就会通源源不绝来结出好的果子。但圣神的洗，毋也是耶稣基督所要带来。约翰佫讲，伊带来圣神的洗，伊也要带来火的洗。圣神的洗是对遐真实悔改的人，互因的恩典；若是火洗咧，是对着遐虚假悔改的人，也是无要悔改的人的一个审判。施洗约翰用一个比喻，就是咱古早所看到，伫即个广场内面。即咧拍七仔的广场，也是讲麦仔的广场的一个比喻。伊讲，当基督搁再来的时阵，迄个用信心真实悔改、定头生得着救的人，会通结出悔改果子的人，就亲像啥物货？就亲像已经成熟或者会卖粒共款。若是遐个无真实悔改，也是根本无悔改的人，敢若亲像啥物货？
敢若亲像坎坯，咱讲啊，即个粗坑，也是讲迄个坯，咱台语无即个字，咱讲是即个拍裂啊。坑就是迄个麦啊，也是切啊，迄个外壳的所在，咱叫做坑。若是迄个拍裂，迄个坯，就是迄个空无结实，也是讲结实无饱满，才会即个裂啊。古早犹太人因伫即个广场伫迄个所在咧做事的时阵，因会用一支真长的叉的即个叉啊，伫即个所在将即个麦啊，甲着遮个坎坯，将因家压起咧天顶的所在、天空的所在，风咧吹，遐会无成实，才会拍裂，才会外壳非常的轻，所以就互风甲吹到伫非常远的所在。若是迄个结实饱满实的遮会卖力，伊就拍角啦，伫即个较近的所在。对即个动作，就将即个卖力甲着遮个坎坯，也是遮个外壳，也是讲遮个无实在，遮个拍裂，将因来分开。审判就是分别，兄弟姊妹，审判就是分别。审判还未到的时阵，逐个人做伙，总是当审判临到的时阵，上帝要将即个分好清清楚楚。即个重大信息的卖粒，要藏袂到伫仓库内面。若是遮个坎坯，就要用未尽的火来甲伊烧尽。一个真实悔改的人，听透圣神的感动，伊的生命结出丰富的果子。顶头生得救的人，上帝要引带因进入到伫伊的国度，进入到伫新天新地。进入到伫新的耶路撒冷，反倒当一个无真实悔改，也是将来无愿意悔改的人，伊会亲像坎坯落尾，互火来烧尽。基督第一个降临是为了拯救，为了拯救，伊到伫十字架顶，成做上帝的羊羔。基督应允伊阁要再来，当伊阁再来的时阵，是为着审判，审判就是分别。当这个审判的日临到的时阵，基督要将真实悔改、结出果子的人带入到伊的国度。若是遐个无真实悔改、嘴讲有悔改，总是心无悔改的人，无结出果子的人，最后的命运是迄对未化的火。亲爱的姊妹，我毋知你是毋是有机会经过旷野，但是我真确定，咱每一个人的心灵，拢有咱孤单的时阵。丧凶的时阵，拄着艰难困苦的时阵，惊吓的时阵，伫你生命的旷野，你是毋是有听到一个声？施洗约翰伫旷野所发出的声，伊咧呼叫讲：着悔改，因为上帝的国近啊！悔改就是咱用信心为着耶稣基督的来临，修平道路。上帝监察人的心，伊所要爱咱的，毋是遮个表面虚假的悔改甲后悔。伊是爱咱对咱的内心真实悔改，转往伫伊，离开罪恶远远，接受圣神的洗，互圣神带伫你的心灵中间，互你会通结出甲悔改相合宜的果子。旷野会通互咱知影咱家己的渺小，旷野会通互咱学到上帝的伟大，旷野互人会通知上帝才是享受丰富生命的主。既然真实悔改并信心来接受耶稣基督的人，的确要对耶稣基督得到救恩，因为上帝是信实。迄个比施洗约翰更较有气力的基督，伊要用圣神来甲咱行洗礼，圣神的洗礼要互咱罪得到赦免，更较进一步要互咱已经得到新的生命，会通彻底顶头生，像是不断伫这个所在换新来强大信息。伫咱心灵的旷野，圣神要开一条道路，行往上帝国的道路。经过这条道路，咱要行往上帝；也经过这条道路，上帝恩典要行往咱。圣神要伫咱的心灵的旷野，也开一个活水的源头。伫个所在，不管是要庆祝活水，互咱的生命无搁再孤单，咱的生命会通成做一片丰富的绿洲。亲爱的姊妹，伫这个大降节的日子，咱就听耶稣基督伫先知册以赛亚书中间，上帝为着真实悔改的人所讲的应允。
这段经文伫以赛亚书第43章第19节，上帝英文讲：看，我要做一件新的事，如今你要看去。难道你还佫唔知吗？我要伫旷野开道路，我要伫沙漠开江河。伫这个大降节的第2个主日，咱呼吁咱每一位兄弟姊妹，对咱的内心真实来悔改，陪伴咱的心灵。虽望抑搁伫旷野中间，总是伫这个旷野中间，咱已经陪伴变，听候耶稣基督用圣灵的水来洁净咱，听候耶稣基督带伫咱的心灵中间，伫咱心灵的旷野修平一条正直的道路，来迎接伊荣耀的再来。请咱同心来祈祷。欢喜赦免人罪的上帝，阮也欢喜来到伫你面前，用悔改的心来亲近你，来听候你所应允的圣神。你的圣子耶稣基督要用圣神甲阮行洗礼，伫阮中间已经有人通过圣神的洗礼得到重头生，抑佫有一寡人也无得到。爸啊，愿你今仔日通过你的圣神呼召因、竞选因。互因伫恁心灵的旷野中间，听起声音讲，着悔改上帝的国君啊！但已经得到圣神的洗的兄弟姊妹，愿你也继续激励因，毋仅是顶头生，因着追求圣神的充满，圣神点伫心灵内面，也点伫阮的身体内面，互阮的身体会通成做圣神的殿，也圣神运行伫阮整个的身体，互阮的身躯视听言动。拢有圣神的气力，圣神爸上帝的神，囝上帝的神，求你降临，降临伫阮悔改归向你的心，通好互阮听候你荣耀的过来。祈祷靠耶稣基督的性命，阿门。
迢迢。